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5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第3届议员就任满周年，24号暗时结合长老教会、台南中会，伫议会广场举办就职周年甲报佳音的活动，包括议长、副议长以及多位议员拢出席参与。另外，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前行政院长尤锡坤，也以着神秘嘉宾的身份出席祝贺。议长郭信良表示，为庆祝第3届议员就职1周年，议会发挥卡书，结合长老教会、台南中会，透过圣诞平安夜报佳音的方式，甲过去的活动无同，而且议会大厅嘛布置了真有圣诞节的气氛。今天是台南市议会就职满周年，特别庆祝呢满周年，也欢迎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来这边共度圣诞佳节。我们台南市议会的圣诞佳节呢很漂亮，灯非常的值得我们可看性，欢迎全国所有的市民与乡亲到台南市议会共襄盛举，欢度圣诞节。我们的灯原则上呢要展示到农历的元宵以后，所以这段时间欢迎这位嘉贺道小宝共同来台南市议会看。多谢大家。包括议长郭信良、副议长林炳利，以及多位议员、加市长、副市长、立委陈廷辉、加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拢以神秘嘉宾来出席，场面热烈。今仔日也真特别，锡坤都有机会恭逢其盛，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咱台南市市议会郭议长的精心创作。我会当参加，感觉非常光荣。祝大家耶诞快乐！因为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议长刚刚有跟各位报告了，我们市府一定全力这次议会的预算审查，感谢议会各位议员的帮忙也感谢议长副议长的帮忙希望说将来在新的年度能够为咱的市民增加更加侪这个福利跟建设。菲菲姐姐的魔法盒给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度过圣诞快乐。因为以前小时候也一直希望有圣诞老公公可以发礼物，所以今天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度过圣诞快乐，可以从我的圣诞袋子发出每一个小小的魔法盒，祝福大家圣诞快乐。现场除了有民族路长老教会会友的歌舞表演，另外有点灯加圣诞烟火，将活动带入了最高潮。一起期待。这煞包括议长甲这位议员以及立委陈廷辉，嘛拢扮演圣诞老公公，分送喜糖。议长表示，议会圣诞灯饰预计将持续到明年的元宵过后，欢迎民众踊跃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为了协助民众解决漏厝的问题，积极向营建署争取建物自主更新的补助。目前已经有41案，是全台上介济。25号为伫东区林新路一段社区大楼，经过2年半的更新，正式完工。伫市长甲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举办剪彩典礼。伫楼底人西甲乐高的座顶，位伫林新路一段，这栋已经29栋的社区大楼，经过2年半自主更新案的整建以后，顺利完工。而焕然一新的外观甲品质的提升，嘛，互住户拢相当满意，甚至连隔代拢加倍，要来欢喜过年。外观原本是有斑剥落的那个瓷砖，那现在我们就已经弄成全部都是用那个涂料的，那感觉整个就是焕然一新，然后觉得整个环境都改善了，然后不会这样黑黑臭臭的。那当然心情会很好啊，
现在要过年了嘞，新年新气象啊，真的像全新的一样，真的感谢我们我们的住户啦，大家都这么踊跃。同意我们管委会这么做啦，真的。上午大楼抱着立新厝的感动来办理剪彩，包括市长吴伟铁、营建署的官员、东区区长以及侪民代拢共同来见证，场面热烈滚滚。可以看到，在我背后这栋大楼根本就看不出是一个20多年的大楼，因为他们管理委员会在大家众志成城的情形下。能够中央补助了一部分经费，地方自筹一部分经费，能够完成总金额高达4000万的自主都更，那可以让这个整栋大楼社区焕然一新。那总共250个住户里面，大家都是意见相同度相当高。对比周遭的大楼，有的是蛮新的我们跟隔壁的这个大楼看起来都是差不多新，但是跟附近的有些大楼看起来就差蛮多的。那所以说，由此可见，自主都更是未来再继续推动的一个方向。尤其台南现在有41个自主都更的社区，那我们将来还会持续推动。那也希望中央多帮忙，地方也当自强。这块由营建署担市政府甲社区3方面协力所创造的成果，以该社区4000万的自主更新为例，自筹款2500万，主要是目前经验相关的案相当的可贵，嘛是中央协调咱41案当中的其中之一。大桥表示，只要建物伫都市计划区内超过20栋以上，住户同意自主更新达到8成以上，拢符合申请的标准。市府嘛希望甲市民共同解决漏厝的问题。电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位伫南区的水高社宿舍群，经过3档的修复甲规划，正式转型为水高社文化园区。园区内分做8大主题馆，要互游客会当认识水高社的故事。25号举办开幕仪式，嘛成为市府送予市民的圣诞礼物。伫雷虎小组的冲场表演后，也象征了活动正式开始。25号伫市长王伟霆甲侪位议员以及贵宾的见证之下，这个水高社文化园区正式来开幕。园区将分做8大主题馆，将水高社地区的历史一一展现伫民众面头前。同时，园区内也阁有冠村美食会使品尝，要互民众会使更加熟悉水高社地区的文化特色。今天水交社园区虽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从过去明朝、清朝，甚至到近代、现代都有不同的风貌，但从历史的足迹来看，它还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的参与。那么台南市政府以及文化局以及各相关的单位一定尽全力来维护这个园区，让更多的我们的后代子孙以及让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够对水交社园区有更高、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园区会使顺利来落成，除了地方政府的努力以外，中央政府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会中国防部军管处也强调，将会甲文化部持续来努力活化现地的宿舍。依照我们的眷改的条例的规定，事实上在我们安置完我们的原眷屋之后，本来这些村子未来都是要准备要做拆除，因为本来我们依照眷改条例的规定是这个我们没有编列公务预算来办理眷村的改建工作，所以当时呢都是靠由我们这个眷村这个安置完之后腾工之后，然后这个土地做一个处分，再挹注眷改基金。但是呢，在民国96年，当时我们有鉴于国人对文化保存工作的一个意识的抬头与重视，所以当时我们在96年就修订了一个眷改条例的规定。当时我们也订定了审核办法，所以当初在全国选定了13处的文化园区，水交社就是其中的一处。那当时我们在眷改条例就按照规定说，应该也是要怎么样，也是要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经费。所以说当时我们大概是有核定在4亿的初期开办费。那当然了，没有文化部这个修复的这经费来的比较多，但是我们未来预计在109年度，我们有鉴于文化保存的工作，能够整合到中央部会的一个资源。未来我们也要订定所谓眷村文化发展条例，
希望能够把文化保存的工作做得更多。开幕当天，就会使看到侪游客拢抢先来体验，其中也有来自高雄的游客，肯定这个园区非常具有特色。其实今天特别就是因为小朋友喜欢飞机，那刚好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水交社要开幕的讯息，有雷虎冲场，所以特别来看这样的演出。那其实在，我们特别从高雄过来，就是因为跟高雄看到眷村文化其实不太一样。那这边还有飞机放在现场，那高雄左营眷村的话，可能是以军舰为主的主题比较多，所以以这样空军主题的在高雄其实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那距离不会很远，就带小朋友来像踏青一样，然后参观。因为水高社文化园区的这8个主题馆，拢是用古迹宿舍改装的，所以有正常人数的控制。现在文化局也伫农历过年进前开放免费的提票，也有规划侪活动要予民众来体验。这个园区未来也将成为南区的新景点，带动观光的冷调。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多媒体科技公司25号伫复兴活动中心举办欢唱示范点启用仪式。活动邀请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伫启用的现场做伙欢唱正版的歌曲，互社区的长辈毋免搁再烦恼因为唱歌发生侵权的问题。唱歌是真侪人的消遣娱乐，但喺细里可能因为使用到无版权的唱片，而加上官司。台南市政府甲丰英多媒体科技公司合作，率先伫东区、新化区以及白河区推出欢唱示范点，互社区的长辈唱歌毋免阁烦恼会违法。许多市民能够高高兴兴、快快的唱歌是一种福气。那市政府当然有责任来保障，我们市民们唱歌是在合法的环境下，用合法的机器唱有版权的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这个过去常常发生有一些非法盗版的这个歌曲，那坦白讲，大家唱得很开心，但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所以呢，我们有责任能够避免我们的市民误到法网，因为他们都是不知道这种状况，所以我想跟合法的业者来这个一起来签订合约，让我们市民无后顾之忧，能够尽情欢唱。台南市目前新伫咧3个据点设立欢唱示范点，明年起将扩大区域，慢慢将合法的电脑伴唱机推行到各区，满足乡亲歌唱需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迎接圣诞，伫台南大学举办科技美容体验活动，免费为参加的社区长辈做美容，互因会当水当当的欢度圣诞佳节。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结合振兴新技公司，伫台南大学思源楼举办银发行动科技美容活动，免费为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银发阿嬷做科技美容。透过协会美容老师精湛的手法，以及美容科技工具的辅助，互每一位报名阿嬷皮肤拢变甲白泡泡、幼咪咪，互因非常的欢喜。有啊，我即摆开始要学啊，我开始在来学啊。你的朋友敢有讲你有啥物变化？系啊，讲你即摆较会皮肤较会看你较水啊。秘密不能讲。因为我的皮肤本来就不好。本来比较不好。你刚没有这么亮。你刚体验完觉得有差很多吗？轻松。较早那个美容院在做嘛，好像一次都1200啊。现在振兴协会有在开这个课，我就来这边学习嘛。协会理事长王丽婷表示，每一到圣诞节，四处拢充满着欢乐气氛。真侪人嘛拢会安排欢庆的活动，为了互银发族嘛会当感受一个过节气氛，特别安排行动美容活动，互阿嬷嘛会当水水啊过节。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这次呢办我们这个银发行动美容，然后耶诞送暖。
那我们在想说，因为利用这个节气呢，帮我们一些又要过年了哈，帮我们这些银发族的这些老人家呢做一下脸，让他漂漂亮亮的过新年哈。那最主要是我们这次也有一些发表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方式。那明年我们在老人福利的那个活动里面呢，我们就希望说帮老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从学习中、从兴趣中，然后去让他们觉得自然而然让自己做自己能够水当当，那也可以帮那些老人啊、姐妹啊，他们帮他们做脸。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这次呢参加这个行动们先体验他们觉得做起来的话，他们觉得这个过程很轻松，而且过程都是高科技，也不用经过手。所以说呢，不用经过手的当中有没有？那他们在这个体验的当中，可以让他回春冻龄水当当。那最主要我们这次实力协会呢办的这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原因是让我们的老人家呢，他在学习的过程，他对他们的头脑的活络呢，对他们会是有帮助的，对他们的心情上跟心灵上呢，都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愉快的心情。那学习美容让自己水当当之后，让他心灵上也比较快乐，那也不会孤单。所以我们日后呢，我们会在老人活动中心帮他们播放这个推广，这个老人呢，他们能够来学这个行动美容、科技美容的管理。王丽婷表示，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致力伫咧推动行动美容服务，目前嘛有提供新住民教学课程，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下得一举一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农业局伫日前整合7大网络平台，成立台南农产品专区，大力行销。25号上午，进一步精选40间优质业者的伴手礼，由市长黄伟哲亲身推荐，希望成为民众过年送礼上好选择。迎接过年嘛是尽力送礼高峰，但是市面上这么侪礼物要安怎拣？看到市长黄伟哲杀出一台满满的购物车，就是要一个一个来推荐农业局为大家所精选100组以上的伴手。在个当中，市长嘛向正是年节购物专家的驾驶，载满15个农会、一个渔会以及5个农村再生社区等40件优质上佳产品，贵在你见。我们春节的这档这个档期有机会，因为国人很多人都回到南部。那这个或者是这个国人在假期中的时候，都会消费一些农特产品。那所以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优质的农特产品给不管是回乡的北漂南漂的人，或者是这个来台南观光旅游的观光客，那让他们都能有机会接触到、使用到，甚至爱用到
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而且透过他们把它介绍给他们的亲友，我相信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此呢，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过年前来举办这场农特产品展售，也希望带动新一波的这个买气，也能够为明年2020年的时候能够的农特产品销售能够奠下良好的基础。其中，每天今年以后一心一意要将上届优质的台南农特产品推荐给全国民众，甚至行销到全世界。这回嘛，伫就节满9年这刻，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要来推荐台南真好礼，会当看出市场积极的行动力。电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农历过年前1个月是全国管会月。台南市政府响应管会月活动，25号伫市府召开记者会，由市长黄伟哲带头呼吁管会，希望解决春节期间货库欠货问题。每当春节期间，常常会有医疗用货不足的状况发生，因此相关单位特别将农历年前1个月定为全国管会月。台南市政府响应管会月活动，25日由市长黄伟哲、卫生局长陈怡带领爱心管会单位，做伙呼吁市民爱响应管会。捐热血，分享爱，赞！长久以来，每逢寒暑假的时候，都是捐血量比较少，但是用血量却没有因为这样而减少，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血液有必要调节。怎么样调节呢？都呼吁我们的国人多多踊跃的捐血。所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社会新闻，有些人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所以呢，能够及时的捐血，及时的用血，那这样子往往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在记者会上，管会中心嘛特别邀请2位管会人陈明宏以及徐胜龙，向大众说明因持续管会的原因。陈明宏表示，会一直持续管会，其实拢是为了要保温。我在专科1年级的时候，历经重大车祸，仅差0.1 mm 就动到颈动脉这样子。当初在入组送到医院，连续用了28包的血液。那在家务病房昏迷了7天。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那是后来清醒之后，经由家人的转述才知道说这么重大的车祸。现在在捐的话，我都是抱持偿还的心态，只要可以，就是2个礼拜报到一次。我们就希望在过年前能够，捐到将近3万5到4万袋的血，这样我们就能够储备足够的血液，来让我们所有的市民，病患来过年。那在这里也要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利用你有空的时间，到我们市区里面的各个捐血点去捐血。管会中心为了方便民众捐血，在台南市1个地点拢设有捐血站，希望民众爱养成定期捐血好习惯，不但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嘛会当帮助到用血人。台南新闻张维忠采访报道。癌症伫台湾的发生率一直拢真高，大部分的治疗方式是化学治疗，但是因为患者可能会接受到无正确的化疗知识，所以奇美医学中心特别推出多媒体卫教，让患者会当轻松的了解正确的化疗知识。现在因为资讯发达，所以民众会使真简单伫网络找到家己所需要的资料，但是安尼也造成了真侪民众对癌症的化学治疗有错误的观念。为了减少这种状况，奇美医学中心也特别结合多媒体，推出了30种的卫教资料，要让患者会使有正确的知识，降低患者的恐慌。手术化疗病人卫教的目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病人他有时候会接受到一些不正确一个资讯。那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病人化疗的时候啊，然后厘清就是说病人他一些之前治疗之前的一些不正确的资讯。那我们希望，因为近年来就是说资讯还蛮发达的，我们希望借由多媒体的一个方式，让病人能够接收到比较及时的资讯，而且利用我们的一些云端的资料库，让病人回去也有一个查询资讯的一个地方。药师也强调，如果是有咧做化疗的患者，上好是莫食无煮熟的食物，因为可能会有细菌的残留。同时，饮料当中的冰角也是要避免的。我们在做完化疗的时候啊，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一些比较像一些生菜沙拉啦、生鱼片啊、生食那些都尽量不要去饮用，因为它可能就是说会没有办法把它菌杀得很干净，可能会有一些腹泻的情形发生。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手摇饮的话，他们有一些碎冰块，我们是建议不要喝手摇饮的，因为它那个冰块来源其实都是不太明确的，那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会引起一些腹泻的情形发生，可能要特别小心这样。除了多媒体的卫教以外，医美医学中心也有准备了60种的卫教单，同时也会使扫这个 QR code， 马上就会使得到正确的指示。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17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